情不入涅槃，情不入涅槃，这个也是因为虽然是释迦牟尼佛也好，过去的如来也好，未来的如来也好，三世一切的如来都非常的特别。可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，或者从一些经典上的一个说法来看的话，有些像一个金刚宗师，他虽然就是证悟，他就是成佛了，可是他很长的时间就是完全入定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没有传法，那也就是放得了，就是比较一般的，可能是一些境界比较高的人，他们可能是有可能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个相遇，可是我们感觉不到，所以对我们而言呢，就是他们就是怎么说？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，他们需要来就是帮忙我们的。但是佛陀如果涅槃了，正法也就是完成的消灭，可以用消灭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半怒灭单半怒呢灭法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单半怒数呢，阳拿出了看懂嘛。我们就没有办法的。可是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亲自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是也可以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其实是80岁的时候他就圆寂了，那是不是他不特别？是不是他为了某种自己的一些利益的关系，或者什么其他外面的因素而涅槃的？其实不是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福报不高。你看，现在我们看不到那个月亮，不是太阳。可是是不是太阳不在于那个虚空当中？不是，我们自己有一个墙壁，所以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。可是并不是不在那个今天没有那个太阳的，太阳还是在。还是它的转换还是不断的转换在那个循环当中，可是我们看得到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的福报不够的话，我们提前没有提前到的话，这个叫投机，这是一个投机，这下一个不如投机上去的，过完了电力中投机，这是全球的，对，终身就是全球的那个一个投机大悲，对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发生任何状况、任何情况，都是依靠一个因果的关系，依靠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缘起，所以离心法都是缘起性的，所以呢，佛陀涅槃还是就是成住，也是跟我们众生的一些根基、众生的福报、众生的请求有关系的。这是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道理，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也改变不了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情法也非常重要。那我们这样推的话呢，现在我们的善知识所有的上师，他们也就是永远或者更长的时间内，那我们就是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类就是带领我们的话呢，那对我们的正法来说的话，对我们个人的修行来说的话，当然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或者利益，所以我们就是也一直要请求。那这种最请求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你要听从或者来你做工作吧，圆满生死的命。那这个也是最究竟的，我觉得是最究竟的一个不入涅槃的一个那个修持。OK。